今年的5月到10月是这西太平洋海面温度变悬、水汽变高，会变成低压中心。台湾也会较接有风台。不过，2013年海燕风台是正罕见的冬季风台。台师大研究团队收集1945年到2018年西太平洋秋冬出现的风台资料，除了是这海水温度、气候变化这因素，也和日台活动有关系哦。咱做回来了解。2013年秋冬有出现强烈风台海燕，造成菲律宾6000多人死亡。根据统计，迄年拄好日头活动较旺。台师大团队即马发现，日头活动较旺的时，会致使海水温度提悬，固定为亚热带吹到赤道低压界的东北信风减弱，就有可能伫较无风台的秋冬季节出现强烈风台。红色的话是活跃时期，它的生成的位置，平均的生成位置在这里。那这个是非活跃时期。活跃时期它的生成会比较东边，它要往西边、往北边走，留在那个海洋上的时间比较多。我们缺乏导引是气流，而且信风也比较弱，所以它走的也比较慢，所以它可以吸收很多海洋给它的能量。吴兆英指出，日头活动大约11年是一个周期。为1949年到冬的资料，发现日头发展也较旺，秋冬出现强烈风台的机会也会较悬。但是气象专家裴克明有无共的看法。自从1945年到最近为止，其实这个时间呢还不够100年，那也只不过只有400多个台风。那如何配合上这个11年的一个太阳黑子的循环，这只有几次而已。所以这个跟我们传统的圣婴反圣婴的现象比较久的来说的话，时间尺度可能稍微短了一点点。所以我觉得呢，还是有一些可以在讨论的目标。裴克明认为，到现在时统计的时间甲风台的数量拢无够济，要等未来统计资料较周全了后，才通做定论。吴兆英讲，因为寒天较少有风台，民众防范风台的准备袂亲像热天的时遐尔啊周全。这几年拄好是日头活动较旺的时阵，提醒民众这2年的寒天要较注意风台的动态。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。